風鏡款做度數太陽眼鏡，我自己都中過伏。未做激光矯視之前，我本身都係一個需要戴度數眼鏡嘅人。以前我都試過，為咗個款好睇，走去配一副風鏡款嘅度數太陽眼鏡。但老實講，一戴上去，我已經覺得唔對路，唔係戴耐咗先唔舒服，係一戴上去一望出去個畫面已經唔自然，邊位又變形，焦點唔穩定，成個視覺感覺就係怪。所以我而家會好直接講，風鏡款可以好型，但係用嚟做度數太陽眼鏡真係唔太合適。大家好，我係 Ivan 2NU 嘅 founder，而你而家見到嘅係我用 AI 生成出嚟嘅 avatar。最近都有客人問我哋，可唔可以用一啲比較 wrap around 嘅風鏡款去做度數太陽眼鏡？我明白點解大家會想咁做。風鏡款包覆感好，運動感強，跑步、踩單車、行山嗰陣望落都好專業、好型。但講到度數太陽眼鏡，問題就唔係外形咁簡單。普通太陽眼鏡主要係遮光、防 UV、減低遠光，但度數太陽眼鏡仲要做到準確成像，即係你望出去畫面要清楚，焦點要穩定，一戴上去已經要自然舒服。而風鏡款最大嘅光學限制就係佢通常會有比較高嘅 base curve，即係鏡片本身嘅弧度比較高，鏡片弧度越高，成副眼鏡就越包面，一加度數就好易出事。因為有度數嘅鏡片唔係淨係遮光，佢會直接影響你望出去嘅畫面。如果鏡片太彎，再加上度數比較深，就容易令視野邊緣出現變形，你可能會覺得畫面唔夠自然，邊位有少少拉扯，或者焦點冇咁穩定，有啲情況仲會出現棱鏡效應。簡單講，即係光線經過鏡片之後，方向被改變咗，結果係你望出去嘅畫面可能會有少少偏移，甚至一戴上去已經覺得暈，覺得攰。所以問題唔係可唔可以做到有度數，問題係做到之後一戴上去係咪自然，望出去係咪舒服，係咪真係適合你用。尤其係度數比較深嘅朋友，高弧度加深度數，光學失真會更加容易被放大。所以 2NU 做度數太陽眼鏡唔會只係睇外形夠唔夠型，我哋會睇框形、鏡片弧度、眼睛同鏡片之間嘅距離同成像穩定性。我哋寧願揀一啲有運動感但弧度更合理嘅框形，因為度數眼鏡唔係淨係一件造型產品，佢係你真正用嚟望世界嘅工具。配得到唔代表戴得舒服。風鏡款可以好型，但未必適合做度數太陽眼鏡。我講呢樣嘢係唔想大家為咗好睇，最後配咗一副一戴上去就後悔嘅眼鏡。希望呢段幫到你揀得清楚啲。多謝大家收看。